屏东地检署侦办民进党立委吴丽华罢免案第一阶段联署牵涉造假之前，暂时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也其中领衔人张方式半暝放生案，也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甲王定宇罢免案第一阶段联署嘛牵涉造假。台南地检署是终结起诉，也王定宇有召开记者会，讲要替防侵犯个资的台南市民来讨赔偿。 并检侦办民进党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吴丽华罢免案第一阶段提议人的名册涉及不实的联署，17约谈11个人到案说明。罢免案的带头人张方式伫暗时生下，另外2位被告是新台币10万块交保，其他8人请回。还好啦，无妄想想也是应该是无妄之灾吧。他还在侦查阶段，好，比较不好意思。台湾只要罢绿就要办到底。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寒蝉效应啊，它根本是绿色恐怖。这个绿色恐怖已经弥漫在全台湾各地。台北市双吴罢免团体目前继续第2阶段的收件，验过罢免500支联署数，即个呢6000多份，离24000份的进度还阁差真多。带头人李孝良则是则讲无法度联络朱立伦，验过早起伫咧参加国民党公布全国联署据点记者会，对进前的发言表示道歉。我这边先跟大家道个歉，就是我昨天因为本人不当的发言，非常的抱歉，然后我之后也会谨言慎行。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联署站的联署点，大家会更愿意出来签，而且这个是全台湾的联署大串联。人检伫最近检察长给起诉另一立委林俊宪、王定宇不实罢免联署案。王定宇开记者会要求替被侵犯个资的台南市民要求赔偿，同时也已经传好律师团，欢迎选区的市民来查询，将会提供依照个资法要求赔偿的公诉办诉证来讨公道。求偿的2万元全部归被害者所得啊！我们所有的律师都是义务律师，不会收取分文，完全义务协助。王定宇讲，根据个资法第28、29条，对被害人无用记或者是未当证明因实际损害也的时阵，每一个个案上悬是赔偿2万。希望林俊宪等立法委员也能协助民众进行民事赔偿。公司新闻综合报道。